12月17、18日这2天，伫东区崇明国中有台南市市长杯游泳比赛。而比赛期间拄着落雨，同时阁有寒流，家长休困的所在安排伫风雨球场，有漏水的情形，当下是发生了不欢喜的代志。在天气不良的状况下，那家长可能在现场有跟我们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做一些反应，那可能得到的回应，可能彼此之间在口气上可能都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所以在当天的晚上跟隔天，芝姐这边服务处都有受到蛮多家长的反应。所以我就赶快来打电话给这个体育总会的会长，来跟他做沟通，还有协调跟一个传达的动作。准台南市议员曾子杰甲主办单位台南市体育局甲体育总会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解释当天的情形，也为这件代志会失礼。这样子造成对那些家长和那些小选手那种尴尬场面我们也实在很抱歉。那还有听到说工作人员对家长的口气不太好，这个我们也要做改善。我会持续在跟这些工作人员我有跟总干事讨论过该不能用的我们就不要用了。那至于政府跟委员会跟总会这边推动这个比赛其实都是长期在规划因为那个是天气的关系我们做的不完善。我们也非常抱歉。在里边呢，我在那边巡视，在那边看了，然后我们的主办单位啦，跟工作人员都蛮认真在执行的。因为人很多，所以难免场地不是那么的完善，没有规划的那么完善。协助办理比赛，每一个单位拢尽心尽力，拢是希望活动会当顺利进行。体育局强调，未来会持续检讨改进，让台南市每一项体育比赛会当有优质的环境以及品质。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